本州法庭案件審理嘅重點，包括咗多宗有趣嘅案件，繼有旺角女人街人氣大排檔女食客疑遭男侍應捏團非禮案，聲稱曾經在柏克萊大學升讀經內地女子涉使用假學歷申請來港升學入境許可被起訴，兩名男子涉嫌研製炸彈並在黃竹坑山邊挖洞做試爆，以及有92簽醫院口岸炸彈案繼續由疑犯作供。旺角女人街一間頗受年輕人歡迎的食肆發生女食客疑遭男侍應捏團非禮事件，該女食客疑遭男侍應從後捏兩邊臀部，涉案男侍應被拘控一項猥褻侵犯罪。裁判官何慧嫻裁定否認控罪的男侍應表證成立，案件繼續審理。被告辯說，二人發生碰撞後只看到對方後腦，所以不知對方是女性。被告又稱當日頭暈，但因想賺錢，在身體不適都上班，故走路時偶會閉上眼睛。警方2023年12月初以涉嫌製造或管有炸藥拘捕兩名男子，檢獲共30公斤化學物及化學原材料，發現二人疑於在黃竹坑山邊自設地洞作燃燒及爆破實驗，懷疑二人欲自製炸藥。兩人被控串謀製造爆炸品等3罪。案件於東區裁判法院再提堂，裁判官應控方申請，將案押後至明年3月11日再訊。待控方就涉案疑似爆炸品索取專家意見，以及向律政司索取最終法律意見，再決定案件喺邊一級別嘅法院處理。內地女子涉於去年7月申請來港就讀入境許可遞交虛假陳述，報稱曾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因而被控一項為取得入境證而作出虛假陳述罪。涉案內地女子日前喺沙田裁判法院再次提堂，控方申請被告暫無需答辯，以待進一步調查及索取法律意見。裁判官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2025年2月12日再訊。法官准許被告在1至2月返鄉度新春。報稱兼職展覽場雜工嘅57歲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發布包括批評政府及共產黨嘅煽動訊息，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被國安處控告一項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總裁判官蘇維德應辯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2月27日再訊，以待人民力量前副主席快必譚得志煽動案上訴終審法院有結果後，再考慮是否認罪。冇申請保釋嘅被告繼續還押候訊。92簽醫院口岸爆炸案呢周喺高等法院繼續審理，控方曾經喺庭上展示警方從第4被告張家俊手機拍攝嘅照片，顯示張家俊曾與首被告何卓維及次被告李家斌喺 Telegram 討論製造炸藥，以及透過 Telegram 機械人引爆拘捕第4被告張家俊嘅偵緝警員供稱，當日行動時冇警戒便查問張嘅手機密碼，係因為有迫切性，需盡快知道張有否通風報信或者預設遙控引爆程式。警員又否認辯方稱張家俊警戒下嘅招認均由警員杜撰嘅指控。案件下周繼續。另外，下周一開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暫待高等法院複審。黎智英繼續為指控登上證人台自辯。本周法庭重點案件介紹到呢度，下周再會。